来继续进段消息，来看国民党的立委伫蔡英文总统最后的任期发出讲，蔡总统应该登就太平岛来宣示台湾的主权。这个国防委员会调集委员马文君甚至已经备案，要伫5月16率团到太平岛来考察。马文君讲，蔡英文歪去，咱来去。也毋过再去一透早，外交部长吴钊燮讲，即摆因为南海的情势紧张。 总统伫这个时阵去太平岛，这个时机点并无妥当。吴钊燮讲，爱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掉南海的争端，唔通互别人感觉是台湾在制造问题。中国的海警船伫南海和菲律宾的海警船爆发着冲突，伫过程伫出事的菲律宾的船员受伤，和南海的情势升温。就是中国跟菲律宾之间的这种海上的争议是越来越凶险南海这边非常庞大的这个军事基地，而且这3个军事基地都离我们太平岛蛮近的。南海的局势正紧张，海巡署伫太平岛码头整修的工程伫昨日举行完工的 启用仪式，那也就发声讲，希望总统蔡英文趁这个机会登岛宣示主权。也不过吴钊燮认为，即摆的时机点不该适合。目前的 timing 是不是？目前的 timing 是不合适，因为我们看到的南海地区真的是战云密布。胡红表示，蔡总统目前无排太平岛的行程，也不过在野党立委唔肯安尼的准煞。若是总统唔去，就立委家己去。拍算规划伫5月18，委员会来到太平岛考察驻防官兵的生活设施、甲战备的情形。总统不去的话，我们还是会坚持要自己去就对了。那我们会排。目前的争议不断的升高的情况之下，我们台湾就必须要去思考，我们如何来提倡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南海的这个争端，而不是去让人家认为说我们又是在制造困难。中国伫南海摇摇蛇，那也是点出前2届的总统陈水扁甲马英九拢捌以总统的身份登岛。这回离蔡总统下任剩无几天，那也立委要抢先登岛，和另年意见无同，莫互台湾上南边的小岛，搁再引起着话题。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